每年3、4月开始，台湾有一种冻降的钓，就会伫天风碰顺的初步作地，改名北京话按做彩玉。你莫看佢贵姓发啦暗降，一看到初度就深记唔到，像老人家搞狂亲，所以下尾就按做狂亲钓。一般的钓，假使讲的老妈的冇强色，讲的就会下降，妈的就会下粗色冇暗降，将俩群三界就系，因为钓妈会负责捕卵吐籽。贵姓的粗色就像一种保护色，还唔会被人发现。不过，没有少数例外。像了只闷闷实实转到钓肚捕卵的狂亲钓，虽然没贵姓粗色，就没钓妈，是钓公哦。还为了安全，唔但将捕卵的钓公有保护色，连佢哋的卵可能没冇埋没水。你看那条狗就伫碰顺安样喊过去。没完全冇发现。狂亲钓算係台灣嘅溜釣，係人講嘅溜釣，就係頭創年又帶嚟台灣嘅釣。嗱，呢啲強人，佢哋除了為出世，除了為傳台，未除了為老。另外，狂親釣嘅釣子，老介子係鴨子強壯，算係做熟顯嘅。因為佢哋一捕出來，眼尾就做得走上走下，天然加熱，慢奶去侵蝕。冇唔錯，兔子侵蝕咧，唔係加愛哦，係加熱。所以狂親釣嘅釣工係釣類啲嘅度，少數嘅全職好爸爸。佢釣馬上好卵就會接起來做，因為捕卵，因為兔子去侵蝕，而且兔到嘅釣子台。做個偶爾認識啲，有幾辛苦。該釣馬呢，冇去拆哨。佢就是負責上卵就好，卵上好就做啲繼續簽皮隻釣工去入灰。不過你絕對冇嫌佢小哦，相看啊，長期按樣一隻番子跪下來，做啲加上幾多卵，增加幾多後台來傳享福。你看，按樣有危害冇？